新界，起！天下第4名剑，新剑。雷无节，你去了剑心中。哟，装的还挺像啊！死变态，看招！那千面鬼的兵器还会隐形？是刀丝，暗河的独门兵器，薄到近乎透明，不仔细看空气中光影的变换，是无法察觉到它的。好啊，果然是那变态假扮的。前一任的暗河大家长与百里东军是旧相识，曾经送过一卷刀丝给他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的确是传给了唐莲。唐莲还将它与指尖刃结合，创了一招名天罗地网。好像是听阿爹说起过。雷无节这小子，攻精进的好快。死变态，你骗不了我的！这混蛋是拿智商换的功力吗？不和他纠缠了。全数海运，没有错，他就是大师兄本人。雷无节，住手！啊！趴下！雷无节，你长能耐了呀！大师兄啊，我们等你等得好辛苦啊！大师兄，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演的哪一出啊？大师兄，你终于来了！大师兄啊！所以，唐门是打算就此判出雪月城？虽然不知道老爷子具体的打算，但是很明显，他们并不想继续保持和雪月城的盟友关系。他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。白王消虫吗？所以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在我身上喽。若是单纯的想半路截杀我，以唐门和暗河的手段，我也不会活到现在。所以他们应该还不清楚我出了雪月城的事情。至于这一次白王的真正目标，